帝官就同佢講：由於你祖父係一個誠實人、樸實嘅人，自食其力，從來都冇爭人嘢，已經助你中鄉試合格。但係由於你平生求神拜佛，都係講緊功名同埋你嘅妻子嘅健康，對於已經孤獨一人嘅阿媽，從來都冇祈過福，從來都冇講過一句祈福嘅説話，所以削你嘅功名，你會中下榜53名。你要及時改過，唔好再觸怒天心，無用於叩頭謝罪。聽到之後就叩頭謝罪。帝君又話：你哋文社裏邊嘅周吉會喺今次鄉試嘅第一名。當時黃用宇就諗，佢就覺得好驚訝。周吉呢個人好怕事，文章又寫得一般，點解會係佢？咁就問原因，帝君就話：周吉嘅祖先，佢嘅曾祖祖父同埋佢阿爸都有好大嘅陰德，佢哋從來冇打過官司，冇犯過奸淫，冇講過他人嘅一句壞話，所以佢哋嘅福德，佢哋一家人嘅福德積福積咗60幾年。上帝知道佢哋嘅陰德，助佢哋繁榮3代。而家周吉呢一代都只不過係開始。咁黃用宇就繼續問：咁請問同社嘅輿論郁松州又如何呢？帝君就攞咗一本《太原氏子冊》，就開始翻閱，就同佢講：輿論呢個人事親不孝，兼且又經常中傷人哋不近情理，又以君子自名，所以削咗佢嘅功名，令佢呢一世人都考唔到鄉試。黃用宇聽到之後，亦都好驚訝。帝君就繼續講：佢對於父母嘅言語舉動，經常都唔鍾意。佢就只係壓住自己嘅情緒，唔表露出嚟。表面上係對父母客客氣氣，實質上已經係當父母係路人，唔理佢哋。所以佢嘅真誠就慢慢消磨，個人就越嚟越虛偽，兼且又自以為君子。呢種人最招神明嘅憤怒。至於郁松州，本來係一個大富大貴嘅人，26歲會做到進士，跟住一路升遷做大官，去到
幾歲就善終，但係由於17歲開始就犯好多口過，講好多輕薄嘅説話，隨便批評人哋，已經去到口過呢個罪業已經去到2470幾條，所以已經將佢嘅名入咗陰惡籍裏面，所有功名都消除晒。如果再係咁唔知道改過，去到3000條，直情就會減佢嘅壽算，將佢嘅子孫列入黑蓋錄。説話輕薄係最傷天地和氣，同埋最觸怒鬼神嘅事。呢種罪同殺生邪淫相等，你哋要好好記住。跟住又話淫邪殺生口過，每一樣都有報應，但係淫邪殺生比較明顯，識得自愛嘅人都會留意，但係講到口頭輕薄、講笑、隨便批評呢種事，好容易成為習慣，慢慢令到人嘅外貌同埋心胸都變得輕薄，跟住福祿都全部削走晒。所以本來一個好好嘅人，就一瞬間，係咪一瞬間？本來一個好好嘅人，到後尾就變成一個下賤嘅人。你要將我嘅説話傳播開去，等世人以此為鑑。咁容如聽到之後就拜謝帝君，跟住就告退啦。呢個時候晨鐘響起，佢就驚醒咗。咁公雞已經叫咗3次啦，於是就叩頭感謝帝君，跟住就將呢件事記低咗。咁去到後尾揭榜嘅時候，發現第1名果然係周吉，就將呢件事記錄低流傳開去。